今屆立法會選舉地區直選有超過131萬人投票，投票率31.9%。全港10個地方選區入面，投票率最高係新界西南，投票率32.69%，而投票率最低嘅係新界東北，投票率30.15%。而投票時間亦都比上屆多咗2個鐘，按同一時段同上屆比較，投票率超過2021年，上升大約1.2個百分點。選委會界別方面，投票率超過9成9，有1458人投票；而功能界別嘅投票率超過40%，有76000幾人投票。當中商界3同科技創新界嘅投票率達100%。至於投票率最低嘅界別係會計界，只有大約3成4嘅人投票。選管會主席陸啟康期望社會能夠盡快走出大埔宏福苑火災嘅傷痛。有130多萬名嘅人行出呢一步，咁我希望香港係會有多啲嘅正能量，俾到我哋一啲好受災嘅一啲嘅災民。咁我哋希望呢，我哋香港會盡快從呢個傷痛之後走出嚟。我聽到有啲受災嘅選民出嚟投票，咁我諗呢樣嘢都證明佢哋呢係有啲災民呢係對立法會係有期望，佢哋係想出嚟呢係想立法會幫佢發聲嘅。佢又話延長投票時間唔係谷票，而係便民措施，未來會再檢討延長投票時間嘅成效。說在線記者殷偉培報道。